白冷圳、柏朗尊，对于生活在都市丛林的我们而言，它是一个陌生的名词，但是对新沙乡大大小小的居民来说，它却是儿时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更是那养活一家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。因为对新社乡民来说，柏朗尊既是灌溉的泉源，更是向天争一口饭吃的最佳证明。民国17年当时兴建柏朗尊，全长16公里半，按本村复兴村本村呢就定在8公里以下，所以就办一半下界了。按工人又为了地方蓄水用水方面水节刚开，他就提了按的水桥又给他办了，按房管40块50块错了，按这个分水管你不使讲啥样有3错本村有1错，政府1错还长的，开始上一来就替代个分水管了。按的工人是为了地方那个饮水方面钢块方面供应满一台，为了新下乡的饮水满进台了。没错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人定胜天，宁听生田。也许夸张自大了一点，可是当我们看到了那老祖先历经千辛万苦所留下来的结果之后呢，却又不得不为这宏伟的建设过程，在心底响起了一声声的赞叹声。然而努力是有代价的，看着这一片片当初从无到有，时至今日树上却结满了粒粒金黄色饱满的果实，不由得佩服当年老祖先们智慧的决定，不但造就了今日新社乡枇杷王国的美誉，更留给了后世子孙那心中无限的希望。毕竟饮水要思源嘛。首先当返阳大家来到咱新社乡，阿良本地的复兴村，复兴村的枇杷是大概是来讲当河内的生产地方。土复兴村那个地方有2个地点，一个是头盔，一个是二盔。头盔的地方比较较冷，在早上时头变暗晡时头加冬强冷。所以呢，枇杷来生产，土那个地方生产吃得出这个口味。尤其其他年初的时都有好采收嘞。这个色是金黄色来，金黄色对大家来讲都当安尼喜洋洋，安尼这个好的菜头。有土斯有财，一句流传不变的老话。看着老板娘细心的守护着那一粒粒得来不易的果实，脸上的表情是快乐而有自信的。当然，老板娘有说到，其实当初她并不喜欢枇杷，只是在阿伯的好说歹说之下才。我次我爸爸都来到这个蔬菜拍手起家，我嘛是土生土这个地方的。我爸爸将枇杷交本来的时，我对自己说姊妹都冇。我讲你冇的事，做嘛很爱做。我当上个机票我想买我爸爸讲，他慢到啦，你先少1年啦，那正经冇姊妹将来恢复。好啦，1年过1年，经过这家研究个成就，枇杷又好些啦，又当强烈的些，我唔错，佢所有的过程当密码。也真辛苦，所以我对枇杷有这种特别当隔日记的这种我希望讲，咱社会上太一家从下时代来接受了枇杷，来食咱一家地方上所生产的水果。所谓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。当我们工作小组正准备离去的时候，却受到头家跟头家娘热情的招待。看到这画面，不禁让我们深刻的体认到那种客家人好客的精神。看着头家娘灿烂的笑容，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想要来这里，想要跟他们来交陪。不过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为了那一颗颗又香又甜的金色的枇杷。